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有增加384例本土病例，总统的官舍嘛传出讲有确诊者拍出哩总统临时取消视察指挥中心的行程。台东教父彭明敏今仔透早过身，食到98岁，伊的一生拢在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在打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地这礼拜要带团来台湾访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早起传出伊为着病毒访问延期。新闻台4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384个本土病例，123例境外病例。另外，蔡英文总统本地下晡要去指挥中心视察，也毋过传出讲总统的官舍有确诊者捌出哩，总统嘛已经有做体检，目前是阴性，所以即卖行程就先取消了。另外，为着要应付未来若是有大规模的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规划确诊者居家照顾的草案。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的本土病例有384，那境外移入有113，新北市的案子仍在增加哈。那高雄市的话，它58例里面有大概有50例是属于这个娱乐圈的一个感染。基隆市现在稍微一直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稳的情况。那花莲县的24例，大概还是昨天那个相关的pub 里面的一个衍生的感染算比较多为了可能有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陆续也在规划确诊者居家照护，都是要65岁以下，而且不能有怀孕洗肾的人，不管是确诊者或者是未确诊的人。那确诊者就是1人1室为做隔离做原则。那当然，如果是夫妇或是原来的或者小孩需要照顾的，那当然可以同室来隔离。那同住者为确诊者最多4个人。那隔离期满后，确诊者7天自主健康管理，同住者7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疫情愈传愈严重，屏东基督教病院因为一个护理师为着病，这个护理师最近是有伫真侪无共款的门诊的服务，所以今仔病院所有的门诊拢休困1日大消毒，嘛调回相关的人员做体检。另外，高雄雅国会馆的群组感染病例嘛，阁继续增加。这2天，市政府嘛设7个体检站，发出6000封的简讯，通知8家确诊者去过同一个所在的人，爱赶紧来做体检。护理人员无用消毒校诊的椅仔甲大厅，因为屏东基督教病院护理师确诊，即马门诊护理师连假结束转来上班，煞伫个7号暗时确诊。因为地过的门诊牵涉着3层楼，院方赶紧将相关医护人员叫转来体检，并宣布8号停诊1天。未少来摕药仔的民众到门口较看到停诊的公告。要摕啊哦吼。安变哪？就今仔去无迄落呢，无看。3个月来3个月哦吼。都足久啊，你搞啊。并记8号到急诊正常运作，估计可能会影响大约1-2000个门诊病人甲陪诊的家属。院方透早5点先发短信通知，为着卖互摕慢性病药仔的民众白走，现场嘛紧急设柜台，互民众摕药仔。另外8号要离开病院的病人，拢爱做 PCR。因为疫情扩散啊，所以想要转院的话。目前我们是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刚刚也讲了，在今天之内呢，所有在各位看到后面这几栋建筑物里面的所有的人员，都会经过1次检查。当时的恢复门诊，院方表示爱看体检结果做调整，但毋拿屏东紧张，高雄立德棒球场边仔的车内所体检站排满汽机车，雅个群组顶传播链，互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市府设7个体检站，并发出6000个短信，通知甲确诊者组织踏着的民众赶紧来体检，希望透过扩大体检，会使阻挡疫情莫阁扩散。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南部报道。婚姻馆伫初7号新增加2个病例，其中1个病例是湖北一间高中的学生。婚姻馆的卫生局嘛协调3间病院，今仔早起帮全校1000多名老师和学生做 PCR 的检验。确诊学生迄班初6开始嘛开始停课10天。8号一下早的学生陆续到活动中心活集合，以进行 PCR 检测。因为婚姻馆7号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其中1名是湖北杨子高中的学生，为了要防堵疫情搁扩散，卫生局每校园内3间病院8号到校方进行全面的体检。
校园确诊者他是因为旅游史的关系被匡列成居家隔离，最后是确诊的。当然我们这个病毒的传染率也比较强，所以就是我们做一个预防性的筛检，对，然后保护学生，也保护我们的教职员工。卫生局表示，这名学生是私立杨竹高中的高中部学生，平时住在倒垃市，因为被匡列居家隔离采检，6号PCR检测是阳性，就已经安排在病院隔离治疗。目前这班的学生嘛，由6号开始停课10天。已经接触者都是10天隔离，那其他没有接触的同学，那我们县政府这边也非常积极，就是为了减轻家长跟社会上的疑虑，所以我们今天做全面性的师生、教职员工的大普筛。卫生局表示，这次体检的对象包括90员和学生，总共1167名。虽然拢不是和确诊者有直接接触，但为着要防堵疫情扩散，医方先过来做体检。伊个爱到8号下晡才会完成。至于 PCR 检测结果，会在24点前来出炉。记者为你报道。过来疫情的炭烧，市民人家过了，为着病人是增加真侪民众拢真烦恼，嘛想要家己验看卖。也毋过真侪人拢买无快筛试剂。卫药署是表示讲，因为最近一日上侪拢会当卖到500剂，是之前的3倍到4倍，所以会员嘛是无啥够。一再记住民众要去超商买快筛试剂，验过欠货买无。最近因为本土疫情欠悬，全台湾社区几个所在拢发生确诊，快筛试剂需求量增加。像我自己如果稍微感冒，尤其小朋友他们很容易感冒，我们就会先快筛完再去看医生。伫超商买无快筛试剂，有人去药房问，有社区的药师讲，生病年假过了，快筛试剂卖正好。平均一支的计销300到306，一天上最卖300到500支，销售量是疫情发生前的3倍。清明过后的话，大概是3到4倍的一个成长，尤其是这2天从昨天到前天到昨天，大概就是平常的大概一个3倍的一个销售量。本土疫情连续7天拢超过100例，好加在确诊的99%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疫情指挥中心正伫咧规划。轻症确诊居家照护指引，和轻症伫咧厝内隔离。不过有医生担心讲，居家照护也是分层分流，这让避免出来人也感染到，尤其是公家营已经变数风险上悬。确诊者在家里那使用厕所之后呢，要把那个厕所清消过一遍，包含说水龙头、马桶那些卫浴设备，用排排清消过一遍，才能给下一个家人去做使用。医生建议中央会当把居家照护 SOP 做做手册，互民众参考。若是出现呼吸道等症状，会当先用快筛试剂家己做检测。根据国外的情形，为了要解决快筛试剂供应无够的问题，美国政府是伫咧撒居家快筛发放网站，民众只要登记就让免费领。那香港的快筛试剂也是政府免费分给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6日要伫花莲举办，因为疫情过一段，花莲县政府宣布讲，今年的比赛无要开放观众。另外，演唱会就要延到7月份才要来举办。为了要让全中军会当安全举行，花莲县政府随即宣布，今年比赛采闭门方式，无开放观众入场。所有选手、工作人员拢要做过2期有放射，若无就要48点前过来快筛阴性证明。不开放观众进场观赛，所有的赛事赶款呢，我们都采单一入口进出，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选手呢，都要在当场呢要量体温。选手教练拢认同这项政策，不过也拢认为无观众、无人加油，为属敢若伫咧训练，唔是比赛。没有开放的话，就是没有场外的刺激的话，有点像是测试赛这样子啦。你像在自己跟自己在比赛这样子。原本4月16日要办的选手之夜演唱会，也因为疫情改做7月加学联嘉年华演唱会合办。不过机会来源是无共单位，敢会当合办，地方看法无啥共。这次全中运的经费，所有包括演唱会的经费，都是来自于体育署的补助。他要把它延到7月份的嘉年华会合在一起办。第一个，在经费的使用上有问题；第二个，要经过体育署同意。官府强调，比赛期间各场馆会加强人员的管制，所有人员拢要做实名制，就要凭大会所发的证件才当入场。
开幕结束了的贵宾晚宴已经确定取消，相关活动会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府主席台督教父裴明敏伫那口罩过身，食到98岁。裴明敏伫1964年发表台湾自救宣言，被判刑，流亡海外20多冬，成做亡命单。后来回国，伫1996年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一生传奇。总统蔡英文感谢裴明敏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裴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连结者甲奋斗者。咱台湾人任何观点看起来，应该有独立的管理。2018年90外岁，前总统府主席裴明敏，人家扶伊上台来呼吁讲，爱互台独会当来争做公道的主题。裴明敏以志心建立独立运动来奋斗，嘛互讲做是台独教父。伫车牌透早传出讲来过身去。伊享受98岁，安尼嘛，互正大的人感觉真毋甘。总统蔡英文表示讲，真感念裴明敏对伊的高调，还有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相信台湾人会感念这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格者、奋斗者。我们的后来者会继续追随他的脚步。台湾可以说言论自由还有民主化运动的先驱那么他的离世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悲痛的事情裴明敏是国际化的权威。1944年伫日本求学的时阵，坐船去互人搏击，所以讲伊就失去伊的倒手，才来装义机。1964年因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去互判刑8年。1996年，国较含这个谢中庭代表民进党来参加选总统。裴明敏伫1970年变装逃离台湾，流亡海外20多年，伊的经历会使讲是真奇巧。这种喙就是真实的啦，是较自然，嘛是都敢若虚比咧。裴明敏伫2019年捌含前中研院长做伙来发表公开信，呼吁总统蔡英文毋通竞选连任，传出讲伊对蔡英文感觉真不满。裴明敏伫上尾出版的一本绝笔册内底的自述有讲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嘛显示伊坚定的立场。这个本来就互不隶属所以我们就是前辈的遗愿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努力。裴明敏文教基金会嘛已经发布提声，表示讲会照伊的交代，一切拢会简化，袂办任何形式的丧礼。伫个入殓火化了后，会甲台伫个高雄盐埕教会盐光木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的7点36分，台东发生规模5点内的地震，恒春半岛上大的震度4级。恒春气象站表示讲，这是恒春半岛这几天上大的地震，加在目前是无传出灾情。也毋过，伫透早5点外，屏东万山的年火山就开始喷发，甲去年10月是同一个所在喷发。农民真烦恼讲，稻仔会受到影响，赶紧去田里放水清烂土。为透早5点一直到早时9点外，滚水山也是一直咧喷，庙埕拢是土浆，毋仅摊去马路嘛，流入去邻近的田内底。这是伫去年10月喷了后，搁伫同一个所在出现。相关单位有封锁线，农民更加是一早时就拍开着水堑仔，想要甲泥浆排出去。啊无若淹没的面积搁较大，所死的作物搁较侪。啊，听讲进前嘛是遐同一个所在。3摆，这摆第3摆啊！我咧甲加水咧，家己排出去，我就要摇排去，啊无它会死掉，会枯萎。对着这种状况，农民虽然无奈嘛，只会当接受。只是滚水山5点外喷，伫个早时7点36分，台东嘛发生着瑞士规模5.6的地震。恒春气象站表示，恒春半岛有测着4级的地震，是这几天来恒春地区较大的地震。因为最近的地震较接，嘛无排除滚水山喷发甲地震有关联。显著的地震的时候，因为地表会产生比较明显的震动，那在地表处它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裂缝或者闭合的时候，那可能会变得比较大，或者是有些地方就没有。
气象站表示，地动确实有可能互滚水山出现喷量变大，还是喷发口移转的状况。这个所在若包括今仔日在内已经是喷发第3届，虽然有9封锁线，不过当地居民讲，如果爱24点钟了后才会停止。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国道5号雪山崩坑，今仔早起8点34分，有一台轿车烧起来，加载驾驶有逃出来，警消接到报案，赶紧来拍火哦。规台车是烧甲密密麻麻，剩一堆废铁。这个事故嘛造成大塞车，到10点左右才恢复通车。8点40分，现场消防车、救护车以及本大队巡逻车抵达现场后，对雪隧入口以及头城北入以及头城北出进行管制，避免主线回堵。那现场9点41分，车辆上架排除后，恢复南北双向通行。唔知影什么原因哦，崩坑内底一台轿车就熊熊烧起来，驾驶是赶紧逃出来。这场意外嘛，互崩坑内底的车袂顶袂动，至少踏6公里。两边的车道拢升封起来，火拍花清理现场，伫早起10点才恢复通车。加在这个大树是有逃出来，嘛无人受伤。车辆起火的原因，目前是佫需要来调查。来看一位万大线第1期的工程哦，拢是地下化的工程，是长9.5公里，目前过时间。也毋过民众是指控讲，因厝头前的壁唇哦是愈来愈深，地板嘛亲像有歪一边，有因是真烦恼讲厝的结构会受到影响。今仔早起有民意代表甲疾运局去到现场去了解。居民真烦恼，因为出门口万大线乌旧时间以来，规个社区的涂骹拢出现壁碰，为顶仔骹逼入来到厝内，一直到大楼的中间，涂骹拢焦逼痕。也有居民发现门骹口的涂骹卖好亲像愈来愈斜，也因为行的时间造成地基规个塌落去。从里面也有啊，外面也有啊，都一直往这样。那本来是一条小小，现在越来越严重啊。居民向民意代表投诉，台北市政府工田局早起也派员去会勘。工田局是讲，施作捷运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伫咧乌骨的时阵，拢会伫附近的民家装掠水瓶的机器来侦测建筑物是不是有车去。目前资料显示，这个社区并无歪去，啊，毋过涂骹的壁碰到底是不是施工所引起的，要搁进一步调阅资料来比对。建物倾斜地和建物呈现点从开工到昨天为止的资料，我有去调。对，这一栋建物非常平稳，它有没有倾斜量变大？这个我们要科学的调查一下，要去调，我们会回去调查一下。民意代表是讲，这个社区是50多年的老建筑，目前也伫等待图经，图经因为等真久啊，所以也是爱要求相关单位来赶紧进行调查，是不是因为施工影响建筑物的安全，并且做进一步的补强。记者综合报道。4月7日是台湾甲美国签订《台湾关系法》43周年的日子哦。本地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要带团来台湾访问，用行动来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毋过今仔早起，所传出讲佩洛西为着武汉肺炎的病毒，所以这访问的行程会延后。4月7日是美国嘅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43周年。传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伫即天带国会议员团，伫结束日本嘅访问行程了来台湾访问，双方无正式也无访问。对于相关人士的邀访，如果有具体的进展，那外交部呢，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对外的说明。中国外交部呛声讲。佩洛西若真正来台湾访问，会造成死的严重性。这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结果拢由美国负责。不过佩洛西伫催促团讲确诊新冠肺炎，访问亚洲的计划延后，访问台湾的计划恐吓会被拍乱。不过美国搁在展现挺台湾的态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虽然伫咧众议院听证会讲，若中国武力反台，会用所有的制裁工具制裁中国。
that you're open to all tools available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moves aggressively towards Taiwan. Absolutel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we can. In the case of Russia, we threaten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We've impose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And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not doubt our ability and resolve to do the same in other situations. 为安全制裁，伊伦无讲甲正明。因那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虽然伫咧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强调，美国一中政策指引，包括台湾关系法，未接受中国武力犯台，美国要另立反制。雪曼希望中国会当对这个俄乌战争学到对的教训，并且讲美国正伫咧检讨做法，改善对台湾军售交汇效率。因那美国嘅印太经济架构是毋是邀请台湾？雪曼讲，美国也未对会员国家做最后嘅决定，严格将会包括有高标准承诺嘅伙伴。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已经整44天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表示讲，罗西亚唔拿伫布查屠杀百姓，伫另外一个都市博罗江卡佮杀愈侪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嘛向北约警告，讲顿巴斯情况会风上到第二届世界大战，伊嘛呼吁其他国家来提供愈侪援助。北约组织伫外交部长会议了后，嘛同意讲要提供愈较侪武器予乌克兰。G7 七大工业国嘛谴责罗西亚伫布查正恶质的行为。基辅西北边的博罗江卡小镇，四界拢是欢欢喜喜、长里饭饼。当地居民看到家己的厝园变做这形的，感觉真伤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平民来大屠杀。乌克兰的检察单位讲，包含进前的布查、还有博罗江卡、伊尔平这个基辅附近的所在，已经有发现650具尸体，包含40个囡仔。Мама залишилася, брата дружина, брата теща, тесть і інші люди, які теж там були, які теж знаходилися в підвалі. Але були люди і зверху. І також були з дітьми. І я знаю точно, що вони не вийшли, точно там були на той час. 乌克兰总检察长表示讲，当咧调查4000外件战争罪的案件，会来提告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爱替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侵略罪，还有灭种罪，才来负责。根据 CNN 的报道，德国情报单位表示讲，有去查到俄军咧讨论讲要清散乌克兰平民的无线电通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还佫讲，甚至伫马利坡同款有这款的暴行。А почались роботи ще й по розбору завалів у Бородянці. Там значно все страшніше. Ще більше жерт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The battle for Donbass will remind you of Second World War, with large operations, maneuvers, involvement of thousands of tanks, armored vehicles, planes, artillery. 俄罗斯加强伫乌东的军事行动，乌克兰外长嘛向北约来请求更较侪援助，望西方国家会当对俄国甲规个能源运输拢甲禁起来。G7 的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伫咧初七欧盟会面了后，发表声明来谴责俄军的暴行。北约组织外长嘛伫咧这个布鲁塞尔举行官方会，同意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And of course, they need different types of weapons. And the allies are providing them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weapons, and we see the impact of these weapons on the battleground every day, because the Ukrainians have been able to inflict severe losses on the invading Russian forces. 即卖俄乌战争还未煞尾，两国和谈嘛拢卡条的。俄国的外交部表示讲，乌克兰交的这个协议草案无法度来接受，而且有抢渡的行为。不过俄罗斯会坚持煞咧来谈判。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伫梵蒂冈接见对乌克兰来的青少年代表，教宗伫演说中嘛谴责罗西亚发动这场战争。教宗方济各摕乌克兰国旗搁长长襟旗啊，现场有热烈的扑克声。教宗尾下演讲中，除了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也批评大国侵犯边仔的小国这种行为。
ma purtroppo la logica dominante è quella delle strategie degli stati più potenti per affermare i propri interessi, estendendo le aree di influenza economica o influenza ideologica o influenza militare。根据外电报道，布查传出互人盗窃事件了后，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调查会议。不过，真侪届气候论坛主席英国拒绝，一直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安理会发表施行演讲，有关布查事件讨论才变做会议内容。告状的演讲也提起国际社会第二出大战了后，将国际人民改造联合国。不过，世界人看得出来无有着假事。È andata avanti la vecchia storia di grandi potenze concorrenti e nell'attuale guerra in Ucraina assistiamo all'impotenza dell'Organizzazione delle Nazioni Unite。在其他抗议俄罗斯的反战活动方面，德国柏林的国会大楼前，真侪民众摕乌克兰国旗，都伫涂骹倒来方式改造死人，来哀悼乌克兰战争的死者。另外，乌克兰西部大城也是极右派民族主义的利沃夫，当地民众用点蜡烛的方式表达抗议甲哀悼。最近，伫国际媒体真有名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切拉戈发表施行演讲，伊特别用俄罗斯语呼吁俄罗斯民众加入反战的行列。泽伦斯基讲，做无起来对抗俄罗斯政府的压迫，都会一世人拢判纳粹同款的罪名。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再来看联合国将以93票同意、24票无同意、58票放弃通过暂停罗西亚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另外，罗西亚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嘛表示讲，战争应该连面地结束。就算俄罗斯已经事先就警告联合国的成员，若是伫咧美国踮人权理事会所推动的暂停俄国资格提案到赞成票，会被看作是双边关系无友善态度。不过，初测投票的结果，93票同意，24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I care tha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as suspended and was very impatient and almost immediately capitulated by withdrawal. I'm quit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правомерн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го шага в целях 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ого наказания сувер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а ООН,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его независимую внутреннюю и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俄罗斯是2012年利比亚了后第二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停权的国家。美国这项提案是基于俄军伫咧乌克兰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过投赞成票的是比联合国大会伫咧顶午的要求随停火，抑个俄军撤军两项决议案也更较少。这两项决议案至少拢有140个国家支持。伫这间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伫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阵，承认俄军伫咧乌克兰有正大的损失，也再一次讲布查定事件甲俄罗斯无关系，战争有可能结束。Of two people's republics that were suffering for 8 years from heavy shelling from Ukrainian military people. No one would mention that. It's not a conspiracy, actually. It's a bold fake. Our military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bring an end to that operation. And we do hope that in coming days, in foreseeable future, this operation will reach its goals or will finish it by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ian delega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俄军把乌克兰北部的村民当作人马盾牌来反击。西方的官员甲军事家分析，未来几礼拜，俄军将会伫咧乌克兰东部展开激烈的攻势。乌克兰要求北约提供援助，北约是讲已经传好加强支援，不过无讲要提供多一寡武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政府要推动2030双语国家，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特别重视英语的双语国家的政策，会破坏咱台湾的语言生态。早起开记者会，要求政府应该爱检讨，嘛也要求讲爱甲目标改做德语台湾，英语优先。语文文化传播到人文社会高等研究，无共领域的学者头一届做阵开记者会，挑工挂无共识的催案，要强调台湾是多元语言的社会。反对独尊英语的双语国家这项政策。台湾的软实力就像台湾的自由民主，还有台湾的本土语言。台湾语文学会指出，台湾的本土语言拄当危机，政府投入袂少资源来推广。不过双语政策伫教育体系也是独尊英语，互过去伫本土语言所有的拍拼拢学有去。
部分学科甚至用英语来上课，根本是头壳大神。他现在都用来上一些音乐、艺文啊、体育这些课程，可是这些是跟文化有关的课程，他是不是更应该用本土语言来上课？其实一开始的国发会他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语言政策哈，所以你可以去看到说他在去做这个咨询的时候，然后他请的都是谁哦，都是产业界的人哈。学者认为，双语国家政策直直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和国家基建发展法的精神一人行一路，政府就要赶紧检讨。该用多语台湾、英语优先来做目标。针对这点，国发会目前也无回应。不过，进前的说明指出，为了避免误解，2030双语国家政策已经改名做2030双语政策。英文嘛，不是国家级的语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历史和平指控讲，台湾的远洋渔船的渔工，毋但工作时间真长，薪水真低，佮常常受到虐待。伊嘛批评讲，行政院伫去年答应讲，伫去年的12月底就来提出渔业甲人权的行动计划，也毋过到达佮无效无实。伊呼吁相关的单位应该要伫4月底之前提出具体改善的方案。菲律宾一个渔工录影翕工作情形，向外界求助。这个渔工捌伫宽渔船、大王渔船工作，毋过遮毋但环境真歹，也阁有超时工作、薪水真差问题，甚至可能互人拍、互人斩。Binubugbog ng kapitan, ganun, sinasaktan. Nung minsan naalala ko, umiiyak ako dyan na nagtatrabaho. 类似这种情形，对于袂少远洋渔工来讲是真事上的代志，互因真艰苦。他们的护照都是没有在他们的手上的，他们本身契约跟他们实际工作的船只不一样的问题，也很有可能会去增加人口贩运的风险。历史和平前往渔业署为死亡渔工举办对书，佮指出，即马台湾的远洋渔业有外国籍渔工同款工作无共薪水。无到享有国际公约保障这个问题。去年9月，行政院就承诺年底就会提出渔业甲人权行动计划，不过到即马拢还无看到效果，所以建议立刻废止境外聘雇法，让渔工会当适用劳基法，佮爱参照国际法规。强化预防性的措施。200海里之内这些渔船上工作的话，它完全是适用劳基法保障的，所以不是说今天他是在海上工作，他就不能去适用劳基法。业者还有我们这些关键这一题的这些非政府的组织呢，大家一起努力来做。渔业署表示，近海甲远洋渔船的薪水内涵无同，远洋渔船的规定是无收服务费。不过，正大由经营者来支付，也有不少国家的远洋渔船渔工的薪水比国内较少。不过，渔业署会积极甲产业来协调，佮建议薪资审议调整机制，调悬薪资甲保险的额度。也是专案检查人力不足情形，已经有得到行政院同意，在人力到位了后，就会提高咱国籍渔船的检查次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战争一寡重金属拢会起价，佮加上最近中国封城，电子的供应链嘛受到影响，所以家电业者嘛宣布讲，电器用品5月份开始要起1%到3%哦，已经因无计数，甚至会起2成。前的原价是94900元，那如果在于成本压力的涨幅之光之下，那未来有可能调整到96000或97000元。日本进口上开650公升的大冰箱，电厂价已经挖近10万块。业者是讲受到原物料大起的影响，也加碳降的因素，5月售价会调悬1%至3%。铜、铝的一个原物料成本，它的涨幅以及包括晶片的缺货的状况来讲，海运的部分它也是一个因素之一。5、6月份左右，那可能会有1到3%左右不等的一个价格调整。电器店开幕头一天，已经有不少民众入来，原本伫个比价，也搁伫看，即马趁起价进前来购买，希望加减会当省淡薄。怕说过一阵子可能又涨价，新家在装潢，所以就是想要买一些设备。到5%应该。看机型，看自己有没有喜欢。如果喜欢的话，你还是得买。韩国品牌家电业者是讲2月、3月冰箱、洗衫机、冷气这家电其实已经大先起一届。伫
电线部分5月新品种期售价大幅度起15%至20%。新机总上市的部分的话，预计会因为原物料上涨、运输费用还有晶片的关系，所以大概会调整15%到20%。所以目前有部分的品牌差不多调1到3%的调涨。如果有汇率的贬值方面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波再调涨。去年家庭业受到废物税减免，也加每一班有冷气的政策，以及5倍券的带动，整体营收成长12%。今年市销受到脱减的影响，再加上乌俄战争也加中国封城冲击，业者坦白讲，要起价行走人气，所以今年生意恐惊真歹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初开始已经禁止进口比特犬咯。每年2礼拜之前有饲比特犬人，拢爱向政府登记。有动保团体就讲，即马全台湾的收容所有100多只比特犬，逐工拢互关条条，根本无顾到这动物的福利。因为嘛，常常传出讲比特犬咬人，甚至咬死人的新闻。动保团体嘛发现讲，像生着成千比特犬的狗仔嘛拢会互主人放杀。防关里独立的人仔内底，这只比特犬的活动空间有限，一直做相像的动作，夹铁盆仔。目前全台湾公立收容所大约饲106只比特犬，将近70%是过去半年来封杀来的。动保团体实际拜访，烦恼比特犬无法度开放一般领养，佮加上无带出人仔来行行的运动，动物福利恐惊是无法度确保。他们要独立笼，而且很多笼子都过小哈，那根本就没办法完全站立或伸展，这样子其实非常严重影响到动物的一个身心状态哈。动保团体嘛指出，禁令引发对比特犬的污名化，连生做家成的狗仔嘛受害，互通报或者是弃养。针对较歹的狗仔，收容所人员无力来带出去，恐惊一世人活伫笼仔内底。动保团体呼吁爱重新研究带养的资格，嘛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建议可以以专案的方式成立类似特殊犬只的这个饲养辅导团队。农委会表示，已经编列经费来推动，目前嘛希望推动修法来解决比特犬无法度领养的困境。让这些犬只是可以被领养的，这件问题就是解决了，所以它不会有大家去预期5、6年后还是比特犬就得终身关笼这样的状况。农委会指出，目前在推动专案轰炸，要找出全台湾4686个饲比特犬的主人，要替因进行免费的节育。另外，嘛甲欢喜的业者沟通，替比特犬来拔河卫生，为根本来控制数量自然减少。记者王德兴台北报道。最近中华葡萄长得大，也毋过真侪农民是气噗噗，因为一寡外来种的家庭背来食葡萄，互因的损失是真严重。有的农民就请专家来处理哦，也毋过专家嘛是真烦恼，讲即款外来种哦，嘛已经严重影响到本土鸟类的生态咯。一拍的葡萄约未到采收期，所以已经有几若粒已经互鸟仔毒破去。农民看到是真唔甘，原来凶手就是外来种的家庭。那现在变成说，八哥他在这个里面进来之后，他就不出去了。鸟不会笨到从这边出来，它就一直在上面，所以变成说这1、2个礼拜呢，它就是一直在里面去啃这个果实。虽然农民有设置网仔式，家庭也是会弄入去内底。葡萄的自助餐是欢喜食甲饱。农民请专业人士来用切断断鸟仔，不过要拍甲准，嘛无遐尔简单。在右边，又往后跑了，2只都在右底，还是在右底。专业人士费真大功夫才移除4只家庭，不过这嘛只是暂时的。中华大川的葡萄最近是生长期，所以要被采收就受到外来种家庭的侵扰。农民表示，常常看到规定的家庭做伙出现，一分地就损失2、3万，安怎管效果拢无好，只好请人来移除。放鞭炮赶它，可是如果在温室里面，你赶它还是在温室里面。八哥又很聪明，他不一定就是会中网这样。农民可以进行移除，或者是雇用专业人士来协助移除。县府农业处表示，若是确实造成农业损失，农民会当适当来移除。不过，若是一般的民众家己黑白拍蜡，也是会依照违反野保法，上当罚30万。鸟仔类的专家是烦恼讲，会去冲击到本土原生种鸟仔类的生存空间。有时候看到一大群50、60只、上百只都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
鸟仔类的专家表示，外来种的家羚因为啥物拢食，适应环境的能力嘛较强，已经真做是强势物种，族群嘛渐渐扩大，对其他原生种的鸟仔类产生竞争，嘛影响到生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红金的野生的幼崽啊，介绍是真贵，一只幼虫就要2块，幼崽啊就要3块。其实水次数伫前几冬就已经发展人工培养红金幼崽的技术咯，咱做伙来了解。北门区的渔民当无用咧拣红金的崽仔，过无偌久就找到几落只无到0.5公分的大白幼虫。今年的金马仔介绍袂歹，细只的1只1.8，大只的差不多是3块，所以真侪渔民拢无用咧好海崽仔。介绍咯，无一定的咯，今年较少咯，这真1.8。啊，你嘛这较大只，这只卖3块，物件俗啦，崽仔俗啦，啊人无咧繁殖啦。哦，你海崽仔出来多，人讲的哦，就无人要买啊啦。因过饲红金，大部分拢是靠人工去好海崽仔转来饲。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工培养金马仔的技术也未发展完成。不过水产试验所这几年人工培养的技术已经发展好势。对母的金马放卵到饲崽仔，纯种的红金活落来比率是比野生蓝种的金马仔所饲的搁悬3倍。买野生的蟹苗之后放到田间土池，那都遇到育成率大概仅有1成到1成5左右的问题。原来的1成多，目前我们经由大概这几年的试验，已经可以逐渐提高到育成率达到3成5以上，接近到4成。野生崽仔的介绍逐年咧起，就代表讲野生的数量愈来愈少。即马透过人工养殖的技术，互野生的崽仔会当永续生态，嘛互传统的海产料理搁较有在地滋味甲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绿岛的海里有一座世界上深的海底油桶哦，伊早一冬拢当寄出7-8千封的明信片，也毋过这2冬因为疫情哦，去年才寄出2000张尔。最近乡公所规气甲油桶搬上花，洗好清气，望讲等来疫情稳定哦，互观光客来到绿岛畅水，会当看到一个亲像是全新的油桶。全世界上界深、上界古水的豆丁海马造型海底皮桶，4年前伫绿岛海浪海域11公尺5的海底溪用，已经寄出约4万张的海底明信片，正受到游客欢迎。不止个乡公所表示讲，这2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来这观光畅水的人已经减真济去。108年还有7-8千张，那因为109跟20年哦，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明信片哦。没有那么多。台东县政府统计，今年1、2月份是旅游的月季，来到绿岛的游客已经有17000多人次。绿岛乡公所办批，伫今年到绿岛的人会搁较济，可能会比前2年疫情的时阵会加真济。这个月先甲热门的海底皮桶甲吊客清洗，暂停邮寄的服务，刷落来，搁要迎接后个月这个旅游旺季。让这个绿岛的这个潜水啊，能够因为豆丁海马的那个，然后来促进我们的潜水的产业。乡长讲，因为海底皮桶放伫海底真久，有钓真侪海底生物，需要时间来个清洗、油漆，还有安装，上介少爱1礼拜时间。不如个绿岛叉口海域，还有燕鱼造型的亲子海底皮桶，要是会当提供予1礼拜要去绿岛佚佗的游客来寄批。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大家小巷拢看到真侪桥倒摆的外送员。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台湾有12万外人有家己外送平台。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少年外送员的一天是安怎过，嘛做伙来了解外送员的心声。乌多摆顶悬甲2脚箱仔，毋管是透风落雨，也是大日头，外送员的身影，伫咧街头巷尾奔波走踪。根据2020年1月份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统计，全台湾总共有12万1千人加入外送平台，伫咧送食食。工时自由，好上手，外送诚侪少年人伫即个时代趁钱生存，兼顾走出梦想的方式之一。一边演出啊嘛会当一边做 Uber 啊，所以可以让我的生活费有一个平衡。逐日10几点钟的工作时间，少年人短短的青春全消失去。不过对因来讲，外送工具电到诚侪绿梦的半中站，会使互好好思考未来的路要安怎行。
你就算讲，互你走10档，你10档以后，你嘛是外送员，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是无较好的。我即摆就真正是想要甲程式语言学好，就是较挖迄个方向去安尼。团队人的基本需求，为了生存开始的都市社会体验，骑奥多巴的走外送，是这个时代少年人的缩影。因伫咧艰苦忧闷的生活当中，哪行哪看，发现人生的另外一个面向。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大溪协天庙有一尊有100吨历史的老立地，庙方为了要保护上100吨的成尊哦，特别请文化部认定艺术，佮来刻一尊老立地，一段大型的祭典哦，就互副驾来代表哦。那么来看新的甲旧的成尊有啥差别？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咱也开始重视文物的保存。宜兰大溪协天庙看重100年以上老立地是珍贵文化资产，尽量卖甲老立地请出请入。特别邀请曾布拉西当中为调一尊老立地副驾，由副驾代替老立地去参加大型祭典。那这身金身的造型，阮就是遵照老立地伊的性格、伊的造型的模样，就去做。啊，搁来一寡细节吼，就是用泉州派的工法。我感觉吼，若是伫宜兰地区吼，以漳州派来讲，即吼大家看到泉州派即个面谱，甲泉州派即个作品的风格，这真好的代志。一尊协天大帝需要经过16项的工法，开半年的时间才获得完成。干那新尊面部色水，就需要传统的姿势，抑个旋乌配设计抹粉，连造型青棒拍半边的正架，顶头所捆的插线，就白叶、枪、犀，抑个金铃，这拢有代表无同款的宗教意涵。如果也是一个工艺品，就是讲伊无入神。大家来用欣赏的目光来看伊的技术，伊的做的精致。如果来阮帝君庙，阮给入神落了后，就无共啊，伊的新尊伊发挥伊的神威。传艺中心办理这个接班人计划主要是为了提供给这个我们结业一生经过了这个在文资局他这个4年的这个习艺之后的结业一生，能够继续有一个对于传统艺术的一个传承跟一个他技艺的磨练的一个平台。也希望他们能够跟这个市场、跟产业来做结合，让这个工艺呢，它不只是一个被典藏的一个文物，而是跟生活可以做结合。那这样子呢，对于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推广跟它的这个传承呢，才能够具有这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的机会跟目标。曾北是甲台湾几项传统工艺刻做伙的代表，今生也是甲信徒所寄望的期待刻做伙的心灵寄托。透过工艺师深入每一个地头的文化，了解到更较侪元素，也互地方会当保存工艺作品，互工艺有温度，互艺术有生命，对着信仰继续流传落去。记者陈家豪宜兰报道。英国甲德国科学家等个研究讲，要互机器人买当有感觉的科技，嘛已经有一寡无共版本的3D 列印的手镜头啊，互机器人的皮肤甲咱人共款，接触拢会有感觉，咱做伙来了解。这个机器人手骨有装3D 构造的人工镜头会当加中黄色的纸盒轻轻捏起来，会当粘杆佫会当刻飞类材质半身雕像，也会当刺压真幼路的字件。另外一边有电脑当地接受人工镜头各项刺压的压力资讯佫输出，会当画出人工镜头的工作任务有啥物款的感觉。In those 2 layers of the skin are these structures called dermal papillae. Our sense of touch works by the movement of those papillae. So we 3D print that similar structure into our artificial skin so that it can respond to contact in a similar way to human skin. But instead of having nerve endings that are found in real skin, we instead mount a camera inside the sensor and the cable picks up that movement of those papillae. 咱人的镜头顶有几多千条神经，会当伸手去摸，佮加上目睭甲手协调，会当完成真侪真复杂的任务。一寡机器人会当完成粗大的动作，不过因为对物体表面无感觉，伫布里斯托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当地研发3D 列印的人工镜头会当有愈来愈准的感觉。德国原有类似的研究，今年初因的科学家都公布，也是用摄影镜头，不过连接
接无共色彩的光线，透过光的变化，就当了解一切是安怎运作的。It works such that there is then a processing of that image, which is then converted into signals.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certain touch at this position where a nerve would fire and would say there is something. 不过人工镜头虽然真准确，也袂当复制咱人也是其他生物因同款摸的感觉。科学家是讲，这可能是3D 列印的皮肤比咱真实的皮肤较高。这原来是未来优化人工摸的感觉感应能力研究的方向。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菲律宾是全球海洋塑胶污染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地有一位服装设计师过去7档，伊利用回收的塑胶本色做礼服甲洋装，互本色发挥伊的价值。每一件衫拢是独一无二的创作。用做衫的车伫咧车衫，不过详细看，伊车的毋是布，是黑色的塑胶袋啊。无偌久，伊就做好一领黑色的蓬蓬裙。Ito yung mga bubble wrap na binabalot sa mga delivery, sa mga ino-order ng mga anak ko. Sayang pa siya, mapapakinabangan pa natin. Ito medyo malapad. Gagawin nating top ng ating black gown, black ball gown. 菲律宾的服装设计师诺拉，佮对袋仔内面提出一根泡泡纸，这是件物件去弄掉包伫咧外口的包装纸。诺拉讲，这种材料上适合摕来做衫。在过去7年来，诺拉收集各种废弃的塑胶本色，经过设计制作，做做一丝一丝的礼服。伊讲用这种材料做衫，毋但是俗也环保。有真侪人专工来遮订礼服，一丝礼服的价钱自30美金到50美金，人客来试穿了，对成品拢真满意。Halagang gumamit ng used materials or mag-recycle para makatulong tayo sa buong mundo na gumawa or maging creative and maiwasan din yung pag-imbak ng basura kahit saan-saan. 菲律宾是全世界海洋塑胶污染上严重的国家之一。牛津大学的统计，全世界80%的塑胶本色来自亚洲国家，其中1/3是菲律宾制造的。在疫情期间，诺拉也是一直创作。伊希望疫情结束的时阵，会当重新去参加服装比赛，透过比赛，让更加侪人知影伊的作品，推广用回收材料做衫。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仔明仔载2天哦，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北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西半部的山区哦，过昼卖落雨。今年第1号风台马勒卡伫今仔早起已经形成了，不只是轻度风台，伊个会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后礼拜会上接近咱台湾哦。后北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